香港係個充滿動力嘅城市，每日有超過1000萬人次乘搭各種交通工具，其中大約1/4，相當於260萬人次係我哋嘅乘客。我哋係九龍巴士。九巴係喺1933年成立㗎。九巴係全港最具規模嘅專營巴士公司，擁有3900部巴士，聘請車長8000個，員工嘅總人數超過12000人，每年總載客量超過10億人次。我哋嘅網絡遍及九龍半島同整個新界，橫跨青馬大橋，並透過各條海底隧道伸延到港島區。而我哋嘅母公司載通國際旗下嘅龍運巴士，就負責香港國際機場、東涌、北大嶼山來往新界嘅巴士服務。九巴而家有15個配備先進設施嘅環保車廠，為九巴車隊提供高質素嘅維修保養服務，確保車務運作嘅安全同可靠。九巴全面落實 ISO 9001品質管理體系，並先後獲頒香港管理專業協會優質管理大獎，以及香港生產力促進局主辦嘅香港服務業獎生產力大獎。九巴支持環保不遺餘力，沙田廠同荔枝角廠先後取得 ISO 14001環境管理體系認證，其他獎項仲包括商界環保協會環保成就獎、香港環保企業實踐創意獎金獎，以及香港工業獎環保成就獎。九巴喺2012年1月起全面落實 OSIS 18001體系，有效管理巴士運作嘅安全風險及監察職業安全健康嘅表現。為咗使到乘客更方便乘搭我哋嘅巴士，九巴正提升各巴士總站同巴士站上蓋嘅車務資訊設施。新嘅資訊版提供路線資料、巴士站嘅位置等有用資料。為咗讓乘客有一個舒適嘅候車環境，我哋除咗日常維修保養同埋清潔之外，更計劃興建新嘅巴士轉車站，透過巴士轉乘提升網絡效率。九巴亦都引進環保熒光水晶巴士站柱，採用 LED 照明，能夠令到乘客喺夜間更清晰咁樣查閱巴士路線資料。我哋仲設有一個24小時顧客服務熱線，可以透過電話查詢巴士路線，每個月處理多達25萬宗查詢。乘客亦都可以透過互聯網進入九巴網頁查詢資料，其中點對點路線搜尋設有地圖版，令乘客更快更方便咁樣搜尋路線。另外，乘客亦都可以利用智能手機應用程式，隨時隨地查閱九巴路線服務。車廂報站系統以2文3語提醒乘客做好落車嘅準備。路訊通流動多媒體系統播放資訊娛樂節目，令旅程更添姿彩。邁向零排放，九巴測試咗超級電容巴士，亦都正喺度測試電池巴士。九巴相信喺實際環境下測試，可以讓我哋掌握經驗，為電動巴士將來投入載客服務作好準備。九巴嘅車隊安裝咗電子空氣淨化器，能夠隔除80%微塵，更有先進嘅恒溫空調系統，令車廂更舒適。九巴已經喺所有嘅巴士上安裝沿用喺飛機嘅加油系統，加快入油程序，防止漏出燃油。而為咗減低工業廢料所造成嘅環境污染，九巴更加自設車胎翻新儀器，令車胎嘅壽命由7個月延長到2年。九巴車廠自行設計同埋提升污水循環再用系統，增加咗循環用水嘅儲存量。經處理嘅循環水可用於清潔巴士車身。位於沙田嘅車長訓練學校，分別為新入職同埋現職車長提供全面嘅培訓同車型、路線訓練。我哋採用咗先進嘅巴士模擬駕駛，令車長喺唔同嘅駕駛情況下加強判斷力同改善駕駛表現。面對未來嘅挑戰，我哋承諾會日日進步，為香港市民提供安全、可靠、方便同舒適嘅服務，以保持行業領導地位。我哋係九龍巴士。